大家平時去廣州飲茶，最鍾意食啲咩？係一咬落去就爆汁嘅蝦餃，定係蒸到啱啱好入口即化嘅豉汁排骨？不過唔知大家近年有冇一種感覺，就係無論去到邊間酒樓，啲點心嘅味道好似一模一樣咁，總係少咗以前嗰種新鮮出爐、師傅即叫即做嘅人情味同鮮味。冇錯，呢個就係大家近年成日聽到嘅預製菜，亦即係我哋俗稱嘅料理包或者速凍點心。不過各位香港嘅茶友注意啦，廣州最近出咗一招非常之狠嘅新政策，正式開始大力整頓呢個早茶市場，直情要令到呢啲偷工減料嘅預製菜冇得留低。如果你嚟緊都計劃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北上嘆茶，今日呢條片你真係一定要由頭到尾睇到實，因為成個廣州嘅飲茶生態已經發生緊翻天覆地嘅改變，一唔小心你可能就會踩中盲點。講起廣州嘅早茶文化，真係有好多歷史同講究。大家知唔知廣州人講嘅一盅兩件，其實已經流傳咗好多年。由以前清朝咸豐同治年間，即係成百幾200年前開始，廣州就已經有二離館呢類俾打工仔歇腳、飲茶食點心嘅地方。去到今時今日，飲茶已經唔單止係填飽個肚咁簡單，而係一種生活態度，一種社交方式。好多香港人，特別係長輩，可能由10幾20歲開始，每逢放假就最鍾意返廣州飲茶。以前交通冇咁方便，可能一年先返去1、2次，但而家有高鐵，有深港通，有港車北上，由香港出發去廣州，快嘅話1個零鐘頭就到，方便到好似去隔壁屋村一樣。所以每逢星期六日或者公眾假期，廣州各大老字號酒樓門口，總會見到一大班講廣東話、手拿香港身份證嘅街坊排緊隊。但係隨着北上飲茶嘅香港人越嚟越多，大家嘅要求亦都越嚟越高。以前大家返到廣州，覺得只要價錢平、份量足就已經好滿足。但慢慢地，好多精明嘅香港食客就開始發現唔對路。點解以前啲鳳爪蒸出來係皮肉分離、骨都有味，而家食落去好似橡膠咁，而且陣雪味重到要用好多醬汁去遮掩？點解啲燒賣層皮好似擺咗好耐咁，乾爭爭，入面嚿肉又霉又冇彈性？其實呢啲全部都係預製菜嘢嘅禍。近年隨着中央廚房同埋冷凍技術嘅發展，好多大型連鎖酒樓為了慳成本、追求效率，紛紛將手工點心換成工廠批量生產嘅預製點心。呢啲點心喺工廠做完之後，零下幾十度急速冷凍，然後用貨車運到去各大酒樓嘅廚房。等客人落單嘅時候，廚房阿叔只需要撕開個包裝袋，放落去個蒸籠度熱反幾分鐘，就可以端上台。成個過程根本唔需要咩點心大師傅，甚至連一個有幾年經驗嘅廚房幫工都唔使。咁樣做，酒樓嘅成本係降到好低，但代價就係犧牲咗早茶最核心嘅靈魂，即係現做現蒸嘅鮮味。好多香港人北上飲茶，本身就係追求緊嗰種喺香港已經好難揾到嘅即叫即做手工藝。如果上到廣州，使咗幾百蚊車費，排咗成個鐘頭隊，最後食到嘅居然係同超市買返嚟放喺微波爐叮熱嘅速凍食品一模一樣嘅嘢，試問邊個會心甘情願？好多網民甚至喺網上怨聲載道，話呢啲預製菜直情係摧毀緊傳統嘅粵菜文化。正正係因為消費者嘅反對聲音越嚟越大，加上廣州作為食在廣州嘅發源地，當地政府同埋餐飲行業協會終於意識到事態嘅嚴重性。如果任由預製菜繼續泛濫，廣州100年來建立嘅美食金字招牌就會被徹底破壞。於是廣州最近終於重拳出擊，頒布咗一系列被形容為歷史上最嚴厲嘅飲茶新規，誓要整頓成個早茶市場。呢個新規最狠嘅地方，就係引入咗消費者知情權同埋明碼標籤嘅制度。簡單嚟講，由而家開始，廣州所有提供早茶點心嘅餐飲企業，必須喺菜單上面清清楚楚咁標明，邊一隻點心係由師傅喺廚房即場手工製作，邊一隻點心係採用中央廚房或者第三方供應商嘅預製菜。如果酒樓用咗預製菜，
但係無喺菜單或者店內顯眼地方向公眾公示，一經查實，將會面臨非常高昂嘅罰款，甚至會被勒令停業整頓。呢一招真係打中咗好多不良商家嘅七寸。以前好多酒樓之所以敢用預製菜，就係賭消費者食唔出，或者覺得消費者無證據。而家新例一出，所有嘢都要攤晒出嚟曬太陽。你可以想象一下，當一個阿伯去到酒樓，打開張點心紙，見到蝦餃後面寫住工廠預製，而旁邊嘅叉燒包就寫住現場即製，消費者自然會用腳投票。除咗要明示之外，新政策仲對純手工現做嘅酒樓給予咗好大嘅政策扶持同認證。廣州餐飲協會開始向一啲堅持傳統工藝、全店點心都係即場製作嘅老字號同埋優質酒樓，頒發官方認證嘅純手工點心示範店標誌。呢個標誌好似美食界嘅米芝蓮咁，擺喺門口清清楚楚，等啲好似我哋咁，特登由香港上去揾好嘢食嘅人，一睇就知邊間先係真材實料，唔使再驚踩雷。好多行內人透露，呢個政策一出，廣州好多餐飲巨頭都震晒，因為要將預製菜改返做現場手工做，成個廚房嘅架構、人手配置以至成本控制都要重新洗牌。你要知道，請一個有20-30年經驗、懂得由面皮、包蝦餃、調配肉餡嘅點心大師傅，每個月嘅人工分分鐘要成萬幾2萬蚊人民幣。而且一個大師傅一粒鐘最多只能夠包到100-200粒蝦餃，但係工廠嘅機器一粒鐘就可以生產幾萬粒。所以呢次整頓真係逼緊一啲只想賺快錢嘅商家將利潤套返出嚟，將焦點放返喺食物嘅質素上面。對於我哋呢班經常北上探茶嘅香港人嚟講，呢個絕對係天大嘅好消息。以前去廣州飲茶，真係好似鋪鋪清咁，全憑運氣。有時網上睇到某個網紅推介，話邊間酒樓嘅燒賣好食，興高采烈咁去到，結果食落口死實實，一陣雪藏味，成個心情即刻沉晒。而家有咗呢個新規，大家北上探茶嘅時候，就可以多咗好大嘅保障。不過新規出台之後，大家去廣州飲茶嘅時候，都有幾點係一定要特別留意嘅。呢個亦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北上探茶實用攻略。首先，大家要調整好自己嘅心理預期，特別係關於價錢同等候時間呢兩方面。大家要明白一個好簡單嘅經濟學原理：天下間無免費嘅午餐。既然政府逼緊酒樓做返純手工即製點心，咁即係話酒樓嘅人力成本一定會大幅度上升。所以如果你之後去到廣州，發現一啲堅持純手工製作嘅點心，價錢比以前貴咗1成至2成，千萬唔好覺得奇怪，亦唔好覺得係酒樓無故加價，因為呢個差價其實係去咗補貼師傅嘅工錢，同埋購買更優質、更有鮮味嘅新鮮食材。以前一籠蝦餃可能賣20幾蚊人民幣，如果佢係真手工用鮮蝦做嘅，而家可能要賣到30幾甚至40蚊。但我相信，對於真正追求美食嘅香港人嚟講，只要味道對得住個價錢，多俾少少錢絕對係心甘情願。另外就係時間問題，預製菜最大嘅優點係快，由落單到上台可能只需要5分鐘。但如果你去一間標榜即叫即蒸嘅純手工點心店，你就一定要有心理準備要等。特別係好似腸粉、生滾粥或者一啲需要長時間維持火候嘅蒸籠點心，當全場爆滿嘅時候，等上半個鐘頭甚至45分鐘先上第一道點心，係絕對有可能發生嘅事。所以大家之後去廣州飲茶，千祈唔好行色匆匆，唔好將行程排得太密，要好似廣州本地嘅老街坊咁，先開一壺好茶，叫一碟花生或者瓜子，慢慢傾住計，睇住報紙或者玩住手機，平心靜氣咁等待美食嘅降臨。呢個等嘅過程，其實亦係早茶文化中好重要嘅一部分。第二個攻略就係要學識點樣睇點心紙同埋同服務員溝通。雖然新例規定要明示，但有啲商家可能會玩字眼遊戲。例如，佢可能唔會寫預製菜，而係寫中央廚房統一配送或者標準化出品。
大家見到呢類字眼嘅時候，就要打醒12分精神，因為呢啲基本上就係預製菜嘅代名詞。如果你真係好想食手工嘢，最直接嘅方法就係落單之前問一問負責你嗰張台嘅侍應阿姐。你可以用純正嘅廣東話問佢：靚姐，今日邊幾款點心係師傅喺後面即包即蒸㗎？通常呢啲老牌酒樓嘅街坊侍應都好老實，見你係香港嚟嘅熟客，好大機會會細細聲話俾你知邊啲係鮮貨，邊啲係貨尾。第三，大家要學識用自己嘅眼同條脷去分辨。就算有政策監管，自己都有需要具備一啲基本嘅鑑賞能力。例如蝦餃，真手工包嘅蝦餃，層皮係應該白淨、半透明，帶有少少韌性嘅，你隱隱約約會見到入面粉紅色嘅蝦肉。而且手工包嘅蝦餃，上面嘅折紋通常都好有層次，一般都有10個折以上。相反，機器做嘅預製蝦餃，個外形通常完美得好唔自然，每粒嘅形狀、大小，連個折紋嘅弧度都一模一樣，但係層皮食落去往往會有一種死實或者好粉嘅感覺。再拿牛肉丸嚟講，新鮮現場打嘅牛肉丸，入面應該會加咗陳皮同埋馬蹄，咬落去係有肉汁噴出嚟，而且帶有肉類天然嘅鬆軟同埋彈性。如果係預製嘅牛肉丸，為咗可以保存得耐，通常會加咗好多澱粉同埋添加劑，食落去嘅口感會好似食緊塑膠丸或者貢丸咁，完全冇牛肉本身嘅鮮甜。講到呢度，可能好多朋友會問，咁廣州而家係咪所有酒樓都已經全面實行緊手工制呢？其實成個行業嘅轉型係需要時間嘅。目前廣州嘅餐飲市場大致可以分為3大陣營。第一類係一啲非常有堅持、家底厚嘅傳統老字號，例如泮溪酒家、陶陶居嘅老店，或者廣州酒家嘅部分高端分店。呢類酒家為咗維持自己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嘅聲譽，不惜成本都會堅持手工製作。去呢啲地方食飯，雖然價錢會貴少少，排隊排得耐少少，但係基本上係信心嘅保證。第二類係一啲新派嘅手工點心專門店。呢類鋪頭近年喺廣州好似雨後春筍咁開到周圍都係。佢哋通常會用全透明嘅玻璃開放式廚房作為賣點，等食客可以清清楚楚咁睇到幾名點心師傅喺入面即場揉麵粉、包點心、拉腸粉。呢類鋪頭主打年輕人市場，出品通常比較有創意，而且因為睇得到個製作過程，令人食得非常放心。去呢類鋪頭最適合一啲追求時尚、想試新口味嘅香港後生仔女。第三類就係一啲平民化、走大眾化路線嘅中小型酒樓，或者一啲主打外賣嘅連鎖點心鋪。呢類地方因為要維持極低嘅售價去吸引街坊，在成本壓力之下，依然會比較依賴預製菜。不過喺新規之下，佢哋都開始要喺價錢牌或者餐牌上標明。如果你預咗今日只係想隨便食餐便飯，唔係追求極致嘅美味，而你又接受到預製菜嘅味道，咁呢類鋪頭其實依然係一個性價比好高嘅選擇。最重要係大家消費得清清楚楚，無被欺騙嘅感覺。其實廣州今次出肯招整頓早茶市場，對於成個粵港澳大灣區嘅飲食文化發展，都有一個好大嘅啟示作用。大家都知道，香港近年亦面對緊餐飲業人手短缺、成本高企嘅問題，好多茶餐廳同酒樓亦開始無奈地引入預製菜。廣州今次嘅做法，無疑係為成個行業樹立咗一個榜樣。科技同效率固然重要，但係傳統文化嘅根基同埋對食物品質嘅堅持，先至係一個城市最強大嘅軟實力。透過今次嘅政策，廣州向所有人展示咗，早茶唔單止係一門生意，更是一項需要被保護嘅非物質文化遺產。當每一個點心師傅將自己幾十年嘅功力、手指嘅溫度，透過一油一捏融入到一粒蝦餃入面嘅時候，嗰種風味係任何冷冰冰嘅先進機器、任何精準嘅科學公式都無法複製出嚟嘅。所以各位香港嘅街坊，下次當你哋坐高鐵或者開車北上到廣州，行入去一間茶樓嘅時候，不妨放慢你嘅腳步。當你見到張點心紙上面寫住手工現做，
當你見到個蒸籠冒出嚟嘅白煙帶有淡淡嘅麵粉香同肉香，當你食到第一口充滿層次感嘅點心嘅時候，請記住呢個味道得來不易。呢個係廣州無數個點心師傅每日凌晨3、4點就起床辛勤工作嘅成果，亦係當地政府同埋餐飲業努力對抗商業化、堅持守護傳統文化嘅成果。希望大家喺嚟緊嘅假期去廣州飲茶嘅時候，都可以運用到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啲新資訊同埋小技巧，唔好再盲目咁跟風去一啲只懂做網絡宣傳，但係用預製菜糊弄客人嘅所謂網紅店。要真正去尋找嗰啲默默堅持、真材實料嘅手工老字號，用你哋嘅消費去支持呢班真正嘅餐飲手藝人。咁樣，我哋以後無論過多少年，返到廣州，依然可以飲到一壺好茶，食到2件最正宗、最熱辣辣、最有人情味嘅廣式點心。大家如果最近去廣州飲茶有遇到咩得意嘅新經歷，或者有邊間真心正嘅手工點心店想推薦俾大家，記得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我哋下次再一齊北上揾食。